好啦，呢個頭先我哋帶出三車阿 B 嘅追上去，我哋就連升官一堆先翻開度。咁啊頭車而家我先揸先，後面阿立俾阿 B 追緊跟住三車。而家頭車加上龍尾，後面阿 B 追緊阿立啊，揸緊三車，中間話只係過咗30秒嘅啫，仲有7分鐘都排細佬。下邊已經過咗阿黎啦，我哋車，聽埋個頭車度唔該晒。咁啊，賽事進行咗50秒嘅啫，場次係家仔阿 B 阿立，係啦，場次家仔阿 B 阿 Aiden， 咁啊熒光黃橙色嘅 Aiden 啦，火星嗰啲爭緊個4、5、6個黑馬仔。有未？有未？我接住佢，接咗，有晒嘅。好啦，賽事就喺呢分15秒，名次係家仔阿 B 阿立。咁啊，頭車家仔啱啱車到尾，跟住後邊就話 B 阿立。好，家仔落車到啊 Terence 同埋有車啦。咁啊，俾後面頭車有個2碼。咁啊 A 組賽員應該知道啦。喺有車食住咗喎，係嘛？好啦，而家咧反而阿立追嘅阿邊個開位，或者阿火星追到上去2加3、4咧，先拉佢。咁啊，頭車單仔啱啱出打先，之後而家2車出咗路，跟住3、4車啱啱先打先就係阿立同阿火星啦。白頭髮靚橙頭車加埋架白色黃車咧，紅色包嘅就係火星啦，跟3、4。咁啊，聽後面3、4車佢都有啦，雖然佢追得啱你。咁啊，暫時名次阿 B 阿立火星。咁啊，頭車繼續係間仔啦，開始翻車嘅就係2車阿 B。而家喺直路頭啦邊，個車走線，3車續嘅啦。咁啊2車翻佢然後就係火星經過失誤。大家話知道冇變化，嘅有名次嘅就係家仔阿 B 阿立火星 Kelvin A 同阿美。賽事就有3分鐘，名次嘅就係家仔阿 B 阿立。頭車單仔咧，而家咧收翻頭前邊，就過到火星車尾啦。B 阿立火星打先，又到阿立，1、2、3車都有啲距離嘅。3分40秒，名次嘅就係家仔阿 B 阿立火星 Kelvin A 同阿仔。咁啊，家仔係頭車係一齊中間，咁啊金屬橙紅花。2車係阿 B 係熒光綠，而家可以講下嗰個出路。3車阿立白頭白尾橙藍車花。4車火星白車就黃車仔雪花，加上尾。5車係Aiden，個熒光黃橙色啲。而家咧單仔又翻咧阿立，後面有車嘅係頭車嚟嘅，然之後咧都俾阿火星追近咗啦。而家火星同阿立咧爭隻歪佢哋爭3、4車嘅，賽事仲有大概3分半鐘。咁啊，繼續係家仔帶緊頭啦。
間車下 B.R 個車手，三車阿立，四車火星而家兩位數中，追緊上去啦，睇下火星做幾多啦咁啊，聽日時候你頭三四車到啊，第二樣啦，有間三四嘅，唔該晒。月計跑5分26，零四係監仔亞標亞南，火星 Kevin。南就俾火星追緊，呢個三份都真係難搞，好辛苦啊！頭車街仔俾放到你㗎啦，而家去周北頭城邊，半個圈之後見到二車金，三車南一路尾，一隻翻佢嚟，見到四車係火星，五車係 Kelvin。賽事去6分10秒，其次繼續係街仔亞 B 亞南火星。而家三車係南亞白頭白嘅藍車花，跟住四車就係白車黃車井。追緊一少少啊，南亞，仲有大概分半鐘。而家三四車先到啦，預料前快正咁啊，呢後三四先到啊，呢個唔該晒。好啦，學佢咧。咁啊，最後1分鐘啦，原先嘅攤仔亞邊，而家係三四車比較之後咧，同咁啊，飛輪麻煩靚車啊，三四車度，飛輪麻煩靚車又唔該，三四車嚟嘅唔該晒。火星繼續追緊啦，仲有最後大概30秒，最後30秒啦，大家都執翻你㗎啦。繼續係最後20秒，直接間隻立邊個立火星，咁啊，仲係一隻拉佢嚟火星號。